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係林俊牧師。我而家喺英國，喺英國除咗生活之外，我亦都有定期咧去北愛爾蘭華人教會嗰度有幫手。我最近喺嗰度幫手嘅時候，預備一篇嘅講章。咁呢篇講章咧，係歌羅西書嘅第2章，喺基督裏面成長。咁但係我睇呢一段經文之前咧，我睇到上文係講緊保羅佢好想為基督嘅教會，佢咧係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佢話咧佢為基督嘅身體就係教會咧，要喺佢肉身上咧去補滿基督患難嘅缺陷。我睇到呢一段聖經，對我嚟講好大嘅震撼，就係保羅佢好覺得佢好渴望同基督聯合，並且咧係透過同基督聯合咧去服侍教會。佢好鼓勵弟兄姊妹，歌羅西書嘅歌羅西教會嘅弟兄姊妹係與基督聯合，常在基督裏。佢自己亦都在基督裏，佢都好希望歌羅西教會嘅弟兄姊妹都同佢一樣，係願意咧一齊去為基督嘅教會去受苦。佢受苦係受牢獄之苦所以歌羅西書係呢個監獄書信嘅其中一卷。佢覺得佢呢一個受苦係值得嘅，因為咧佢要同基督聯合佢亦都希望咧教會同基督聯合，都一同基督一齊嚟去受苦，為咗傳福音嘅緣故，為咗好多未得到福音嘅人，佢哋需要教會去為佢哋受苦，嚟到去幫助佢哋，讓佢哋能夠咧得到福音。今日呢一段經文都提醒咗我，無論有幾多嘅困難，教會有幾多嘅困難都好，或者幾大嘅困難，或者係有我哋覺得即係好多令到我哋受苦嘅一啲原因都好，無論如何，我哋都係值得嘅，因為咧我哋都係能夠同基督聯合去承擔教會嘅苦楚，承擔全福音嘅苦楚。呢個係基督嘅榜樣，我哋亦都咧投入喺基督嘅宣教嘅心志裏面，投入基督嘅宣教嘅行動裏面。我哋弟兄姊妹有冇呢個志氣，有冇呢個期望，係能夠同基督聯合，參與基督嘅受苦，然後同基督一樣去承擔教會嘅苦楚。保羅做咗個好好嘅榜樣，佢為基督嘅緣故，佢坐咗監，佢都咧受咗好多，唔單止係即係坐監嘅苦，佢都有好多嘅被逼迫嘅苦，甚至係被批評嘅苦，被拒絕嘅苦，甚至即係生命都受威脅嘅苦。但係咧，佢覺得仍然係好喜樂嘅正如頭先我所讀嘅1章24節歌羅西書裏面講到，佢覺得受呢啲苦都係喜樂嘅，因為佢知道受呢啲苦都係可以參與喺基督嘅受苦裏面。佢唔係覺得基督嘅受苦有啲乜嘢嘅缺陷，佢只係覺得佢嘅受苦係要讓教會能夠更加好，能夠更成長，弟兄姊妹能夠更投入喺教會裏面。呢個咧係耶穌基督交託佢做，
佢要完成嘅責任。所以咧，佢嘅所謂補滿基督嘅缺陷咧，係咁嘅意思嚇。佢好願意同基督喺基督離開咗地上升咗天之後嚇，教會嘅需要，佢好願意為基督去承擔。呢個就係佢嘅心願。我唔知弟兄姊妹你有冇呢個咁嘅心願，好似保羅一樣咁咧？我哋今日分享到呢度，請我哋同心低頭禱告，求主賜我哋勇氣，賜我哋信心，賜我哋盼望，讓我哋能夠同基督一樣愛教會，願意為教會捨己，我哋願意係付上代價嚟到去祝福教會。求主憐憫我哋，施恩俾我哋，亦都加我哋力量、信心。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多謝大家。